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哇，敏华，你今天一身劲装，超帅气。我也觉得今天超帅的，你看我一身劲装就知道了。我们今天要去看球赛，对，球赛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球赛。球赛说得很好哎。那打棒球最重要的就是球棒了，球棒叫做棒球棍。棒球棍，哎，在客家说混这么久，真的不是盖的耶，越来越标准了。不过你知道吗？每一场球赛呢，最不能少的就是加油加油的声音了。加油怎么说啊？加油其实很简单，客家话叫做加油。哦，加油加油，和大家一起来加油是最过瘾了。大家一起来加油就叫做共好来加油。共好来加油！今天勾勾公哈发要带大家一块打棒球去喽！打棒球喽！世界12强棒球赛即将在台湾开打喽，球赛到时候一定是相当的精彩。因为这场比赛可以看到，现在全民都在疯棒球，连我也热血起来喽。我的球技也要好好的磨练一下，大家一起来帮我加加油吧！这里有2支棒球棍，到底哪一支才对呢？初学者的话，可以使用这支武装，双手靠近一点就可以了。那其实还蛮简单的嘛。非常正确哦，你很有概念哦。教练，你待会不能走哦，你要帮我加油！不用担心，我等一下一定在外面帮你加油。刚刚看你这样打棒球，真的很热血，很过瘾，超级过瘾的，对流满身汗，真的有运动到哦。而且今天啊，我们教给大家好多客家话，全部都派得上用场，所以要赶紧帮大家来复习一下，今天教给大家哪些客家话。其中呢，像是我们要去看球赛的话，球赛怎么说呢？球赛很简单，叫做球赛。球赛。而且呢，打棒球不能少的就是球棒喽。球棒呢？球棒叫做棒球棍。对，棒球棍。而且啊，进了这个球场啊，绝对要大声的喊加油加油！所以加油怎么说呢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对，一起来加油就叫做共好来加油。共好来加油！哇，这样子下次呢，到了球场上，一定可以把这些话全部都派上用场。不要忘记哦，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到这里了，要跟大家说再见，下次见。